2024年美国大选头一场，嘛是唯一一场副总统的电视辩论会，伫台湾时间初二的早起9点举行。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范苏，和民主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华祖，针对中党的政会、气候变迁、经济等议题来辩论。这两个人讲到海地移民、加动物派的话题，可能是上敏感咯，所以主办单位伫过程中嘛甲麦克消音。 这场美国大选唯一一场副总统辩论会，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党局势。被问到是不是支持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华兹敢有淡薄紧张，顾立辩讲唔对，甲以色列讲做伊朗。Israel's ability to be able to defend itself is absolutely fundamental. 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范斯是强调。 川普一直拢互世界更加安全，不过对是不是要先发制人，应该由以色列家己决定。It is up to Israel what they think they need to do to keep their country safe. 局方海伦伫最近对美国东南部各州造成严重的灾情，气候变迁也成为辩论的焦点。华兹批评川普伫进前讲气候变迁是骗局，也强调拜登加贺锦丽政府对减缓气候变迁开真侪经费。 那范斯并无直接回答这个问题，顶多是批评拜登政府将节能制造产业杀到国外，让美国失去就业的机会。因为这边辩论的规则跟总统辩论无同，一个人伫咧讲话时阵，另外一个人的麦克并无关起来，所以双方伫咧回答有关海地移民食鸟狗的问题时阵，互相呛声，也互主持人甲两个人拢消音。Thank you, gentlemen. The We want to have. CBP app has not been on the books since 1990. It's something that Kamala Harris created, Margaret. Gentlemen, the audience can't hear you because your mics are cut. 那伫最近涉及咧华资正热门的问题，就是1989年绿树天然门事件迄当阵，华资伊人到底伫咧倒位？华资进前捌伫咧中国架资，顾立辩伫咧访谈的时阵讲，绿树事件迄当阵伊人伫咧香港。不过伫今仔日辩论时阵，华资讲伊家己可能记唔对。 因那范斯迄当阵被问到进前对川普有批评，包括甲川普比喻做美国的希特勒时阵，伊也解释讲家己过去的看法错误。伫辩论会内面，包括美国民众关心的经济问题、校园清洁的清洁管理、通膨、健保、倒台权，也有民主价值，两个人拢分别发表看法。自开始到结束，双方也拢保持君子风度，两个人互相握手问好。 不过，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伫辩论进前就先伫咧社群媒体发文，伊批评两位 CBS 主持人对伊有偏见。公司新闻金婉庆编译。